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就開咗個系列叫 Learn from 名人系列啦。咁呢個呢係 Learn from 姜濤嘅第2集啦。咁我自己呢係就住姜濤喺27歲嗰個生日會分享嘅自我檢討入邊呢，去抽出6個好值得大家學習嘅成長要素。咁第一個呢，我已經拍片擺咗喺之前嗰度啦。如果未去睇嘅朋友仔呢，快啲去睇啦。今日呢，我就分享第2個喺姜濤身上我見到嘅成長心態。第2個姜濤教識我哋嘅係 Follow your heart, follow your instinct。我哋從小啦，父母、老師、社會都係教我哋讀書、升學、揾工，呢條呢就係最穩妥嘅路啦。所以當姜濤喺中一嘅時候，佢因為成績問題而被輟學嘅時候呢，當時嘅社工都係幫佢安排翻去一條讀書嘅路啦，讀書嘅路，穩妥嘅路，因為呢條路呢係最安全噶。嗱，照常人嘅道理啦，佢讀完書出嚟呢，就應該做翻嗰行噶嘛。佢當時係讀一個職業訓練學校咁樣。一般嚟講呢，我哋嘅頭腦呢都係會咁樣思考噶。但係呢，當時嘅姜濤呢，佢選擇咗另一種做法，佢選擇咗聽從內心，聽從佢嘅直覺。佢喺影片度呢，佢亦都有講到一句總之真係噼里啪啦好多嘢之後呢，我學校都照讀書啦。咁但係心目中都有夢想嘅，就係都係好想做下歌手咁啊，參加咗內地嘅一個比賽啦。於是佢冇揀到原本應該要行嗰條路，佢揀咗另一條去參加社區比賽啦、快樂男聲啦，最後仲參加埋全民造星添，並且成為咗今日好多人認識嘅姜濤啦。如果當年姜濤佢選擇打安全牌，讀完書佢就去做嘢，放棄佢內心嘅嗰個感召，放棄佢嘅夢想嘅話呢，我哋未必會有機會認識到姜濤呢個人。Believe your instincts. Instinct over intellect. Just because you can rationalize it doesn't mean it's right. If you feel it, then it's right. That's what I really strongly. 咁所以總結一下啦，姜濤值得我哋嘅學習嘅第2樣嘢就係佢聽從內心。嗱，講明先啊，聽從內心呢就唔等於條路係直不甩一帆風順嘅，佢都係有經歷被淘汰啊、崩潰啊種種嘅時刻。我會覺得呢，聽從內心更加多係等於揀自己最想要嘅嗰樣嘢，為咗自己想要嘅嘢排除萬難。佢呢份為咗夢想而努力而堅定，更加值得我哋見到噶。睇緊呢條片嘅你呢，內心有冇浮現出一個畫面呢？一個你一直都想做但你唔敢做嘅事，所有人都話俾你知唔好啊，唔好試啊，會失敗噶。如果你有從姜濤身上得到力量，或者從呢條片得到力量、得到啟發嘅話，我係好支持你呢去聽從自己內心，嘗試一個唔一樣嘅決定，然後學習姜濤為咗自己想要嘅嘢排除萬難，並且都要睇埋上一條片係關於失敗嘅，嗰條片都好值得大家睇噶。咁就祝福大家行到自己最想行嘅路啦，充滿熱情咁樣去生活，去做自己，去活出自己。咁嚟到最後呢，自我介紹下先。大家好，我係 Isa， 主要呢係透過深度思考啦，去分享一啲自己嘅內在智慧。如果大家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話呢，歡迎你撳個掣訂閱，同埋撳個 like 支持下我啊！如果有追開第1集嘅朋友仔呢，你就會知道我講過係有6個要素係喺姜濤身上睇到值得我哋學習嘅。咁所以呢，今日只係第2集啫。咁即係故事仲有幾集嘅，咁大家都可以等一等我，係啦，因為我一個人剪片嘅啫，咁所以都要啲時間。咁我哋就下次見，拜拜。